诈骗又过来啊！最近呢是袂少人小连续去接到假的监理站的电话，问讲，你敢是有办车辆的过户咧？所以要求民众来提供身份证号码，也佮有银行的资料。另外呢，台北市有女性是伫咧邮局领200万的现金，煞讲袂清楚到底是要创啥货，警方无排除就是拐人投资的诈骗行动。6台60号，请到3号柜台，谢谢。民众去银行领钱，一时啊讲要买厝，一时啊讲是要装潢，了后佫改喙讲要出国佚佗，讲这话安尼翻来翻去，互银行的行员感觉伊无啥对同。他之后如果就消失就不见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了嘞。都惊这个负责人去互骗去，警察去现场甲考证，而且总算讲，伫个群组内底有老师推荐伊买股票，伊要讲200万类投资 ETF。不过，警方无排除是诈骗集团，趁美国进前打宣布对点关税的代志，台湾的股市大落，被骗想要贪俗的人入场。外口有窗啊，会走哦。即马诈骗是4件赢杯，新北市警方侦办一件公车毁损的案件，这个嫌犯秘伫便所内底，刚刚都悟出来，警方甲门洞开，甲伊抓起来。后来一个查落，发现伊有9条的通缉在案，其中就包括诈欺。经查证确认，该名男子为杜男，且为9条通缉犯。主要以窃盗通缉、诈欺通缉及恐吓取财通缉，解送新北地检归案。诈欺的手路是百款，唔但骗人的钱财，嘛骗个资。就诈骗集团假做是监理机关，先惊问讲敢有办车的过户，就算民众讲无，嘛会甲骗讲伊的身份可能去互偷用，都爱随核对伊的资料。用我的名义车辆管理科科长跟他要一个身份，说他车子有来这边办理过户，需要身份佐证的资料。民众大概会打电话来给我，那我上周也接到好几通，那我就会跟他讲说，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电话要证件。台北市区监理站过去1礼拜，就接到至少6个人来问讲，伊的车敢有去互过户的代志。监理机关强调讲，办过户、领牌、未卡电话要求提供身份证号码、银行的口座等等的个资，嘛紧急发声明说明，较免有人搁去互骗大骗。公视新闻台北新北报道。